大家好，唔知你有冇試過做錯事，甚至乎覺得自己冇資格再返教會？你會唔會諗，一個罪人仲點可以同神嚟到去連結呢？但如果神話一個犯咗大錯嘅人係合佢心意嘅人，你會唔會覺得好神奇？今日我哋就睇大衛嘅故事，睇下佢點樣喺生活裏邊實踐信仰，喺生命裏邊遇見神。大家好，我係 Shipman。我覺得能夠喺生活裏邊實踐出嚟嘅，先至能夠叫信仰。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分享基督教資源嘅頻道，希望讓到大家喺繁忙嘅生活裏邊，能夠得着信仰嘅啟發，將信仰喺生活裏邊實踐出嚟，從而做到生命中遇見神。喺呢個全新嘅系列裏邊，我哋會透過荒漠甘泉作為藍本，引導大家喺短短嘅時間裏邊有一啲安靜靈修嘅時間。盼望藉着少少嘅時間，可以同大家一齊默想聖經，生命被神改變，最後喺生命中遇見神。今日會睇嘅經文係撒母耳記上13章14節。神呢嚟到去揀選大衛作王，因為佢係一個合他心意的人。大衛係神眼中睇為合佢心意嘅人，但係佢唔係一個完美嘅人。你睇大衛嘅生平，你見到佢犯嘅錯唔比一個普通人少。佢甚至咧嚟到去犯奸淫罪，佢犯兇殺罪，佢係一個勢利嘅人。但係點解神仲咁樣講佢係一個合佢心意嘅人？大衛明白神嘅心意，佢同樣知道神有公義有慈愛。佢每一次跌倒之後，佢都會真心悔改，去投靠神嘅恩典。喺信仰裏邊呢，唔係要我哋成為一個完美嘅人，反而要我哋喺生活裏邊去實踐悔改同埋信靠。咁樣我哋先至能夠喺生命裏邊經歷神嘅同在。你又有冇試過跌倒之後翻轉頭去揾翻神？大衛佢知道神嘅公義同埋愛，以致佢喺跌倒之後，佢雖然憂傷痛悔，但係佢唔絕望，反而佢嚟到認罪，去尋求上帝。好似詩篇51篇咁，佢好真誠嚟到去悔改，佢相信神有恩典，所以最後佢能夠得到赦免。但係代唔代表公義嘅神唔會去追討大衛嘅罪？當然唔係。神仍然公義，大衛佢要為佢嘅罪去付上代價，因為佢所犯嘅罪，佢曾經失去過4個寶貴嘅性命，佢家庭曾經受辱，甚至乎神嘅名都以此受辱，甚至乎國家都要同佢一齊嚟承擔罪嘅代價，佢經歷內心嘅痛苦。但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我哋需要去尋求上帝，我哋需要喺生活裏邊去真正實踐悔罪同埋相信。唯有喺跌倒嘅時候，我哋翻返去神嘅面前，我哋去信靠佢嘅赦免同埋管教。當我哋咁做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真正喺生命裏邊經歷神嘅憐憫同埋饒恕。今日你又有冇曾經犯過一啲嘅錯，甚至乎你唔敢再返教會？的而且確，我哋喺人生裏邊，我哋經常要處理我哋嘅內疚，處理內疚或者處理罪帶嚟嘅罪疚感呢，唔同人都有唔同嘅方法。有啲人可能令到自己嘅良心慢慢麻木，慢慢佢哋就唔再覺得有內疚，唔再覺得罪疚。有啲人不斷嚟到自責，希望用呢一個方式令到自己良心好過啲，不斷咧將呢個嘅罪疚去放大，甚至乎放大到一個位，覺得自己係冇辦法嚟到去原諒。我都曾經認識過一啲弟兄姊妹，佢哋都曾經去分享過，佢話覺得自己咧係一個好大嘅罪人，覺得自己唔返教會，愧對咗神嘅恩典，覺得自己咧糟蹋咗神嘅恩典，
於是呢，佢就覺得自己唔再配返教會，自己唔再配得神任何一點嘅愛。佢呢將自己嘅罪疚放到好大，佢甚至乎覺得自己唔能夠嚟到去被原諒。但係呢，我同佢哋去分享，我話神點樣睇你呢一個人？佢呢仍然睇你係寶貴，佢仍然愛你。神對人嘅愛係沒有條件，因為喺過去日子，神已經為人嚟到去釘喺十字架上邊。只要我哋願意嚟到去悔改，真心相信耶穌嘅時候，我哋就能夠嚟到去得着佢嘅赦免。因為聖經裏邊俾我哋一個好切實嘅確據，我哋若認自己嘅罪，神係信實嘅，神係公義嘅，必要赦免我嘅罪，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。所以當我哋願意嚟到悔改，歸回去神嘅裏邊嘅時候，罪就能夠被除清，我哋就能夠經歷無罪一生輕。今日我哋會唔會有啲事情，我哋唔能夠放過自己，甚至乎我哋覺得我哋唔配得神嘅愛？但係我哋一定要記得，神佢需要嘅係憂傷痛悔嘅心，憂傷痛悔嘅心，神唔輕看，佢願意赦免，佢願意接納你。你願唔願意返去神裏邊？我哋再一齊祈禱。差主，我哋多謝你，因為你今日俾我哋去回顧大衛嘅人生嘅時候，佢每一件事係完美，佢甚至乏善可陳，但係上帝你睇佢為合你心意嘅人，因為佢願意悔改尋求你。神啊，求你都幫助我哋，今天可能我哋都落喺罪疚嘅裏邊，求你幫助我哋每一個人能夠喺當中去轉回歸向你，尋求你嘅憐憫，能夠去再次經歷你嘅愛同埋恩典，以致我哋可以經歷釋放，經歷上帝你嘅愛。求主幫助帶領我哋，多謝主聽我哋祈禱，我哋祈禱係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今日嘅內容去到呢一度，鼓勵你喺結束之後仍然可以有一啲時間去默想頭先嘅內容，有個人同神祈禱親近嘅時間啦。